寻求卫冕的世界球后戴资颖今天在全英羽球公开赛对决世界排名第12的美国选手张贝文，只花30分钟以21比15、21比14击败对手，晋级8强。戴资颖过去2年都在女单称后，今年寻求3连霸，也将挑战自2007年中国名将谢杏芳后首位缔造3连霸的女单球员。戴资颖昨天在首轮遭遇世界排名13的加拿大女将李文珊，以21比12、21比15，仅花28分钟就让对手出局，轻松拿下胜利。第2轮对手28岁的张贝文出生于中国，之后移民至新加坡，2013年移居到美国，代表美国参加国际公开赛事。戴资颖和张贝文过去交手7次，战绩5胜2败，且最近4次都取胜。小戴今天的比赛排在1号球场第7场次，英国时间晚间5时许开打。虽然台湾时间已经是凌晨1时许，仍有许多球迷熬夜替戴资颖加油。戴资颖也不负众望，虽然一开始遭逢乱流，但很快回神追回分数，和昨天相同，在30分钟内解决对手，也让关注的台湾球迷直呼可以安心去睡了。全英羽球公开赛总奖金10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3105万元，是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大赛，也是年度仅次世界羽球锦标赛的顶级赛事，素有小世界杯美名。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大赛整季仅3站，包括全英、印尼与中国公开赛。